众朋友大好，欢迎收看8月29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今仔开放候选人登记，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郑文平甲台中市长参选人蔡其昌头一日就登记参选。开学路6都除了桃园台南的营养午餐未起价，其他县市一顿拢起2块90块。传出伫甘宝街有3个台湾人被刺杀，台南市警方有接到消息，甲报案3个死者拢是台南人，警方正在调查。先开始来看2020年的选举，只剩89天，今仔开始开放候选人登记。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郑文平，伫现任市长郑文灿陪伴头一个登记参选哦。郑文平讲，虽然办参选，也毋过望讲会当来拼赢选举。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之前讲，年底的选举，望讲会当摕到16都会当拼过半，也毋过今仔伊强调讲，22个县市一个拢未放弃。运转桃园大进化。年底9合1选举剩89天，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郑文平，早起伫市长郑文灿的陪同之下，大声登记参选。郑文平形容家己甲郑文灿来比，虽然记忆体较细，不过电池是加较大粒。强调讲要伫郑文灿的政绩之下来拼选战。我们选择整个桃园队，在登记的第一天就来到选委会，这是展现我们的后发先至。后来居上，我们的实力与决心，不管是议员也好，区长也好，我们通通会全力打。我宣布参选以后，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就有4、5千宗海外的账户来攻击我的脸书，大家只要详细一查就知道缘由。就赢伫桃园市长的选战闹分裂。宣布投入选战的前民进党立委陈宝清，佫一解讲伊去互网军攻击，也若挺郑文平的郑文灿，是甲陈宝清发声，强调讲个人无重要，团队才重要。目前的局势虽然是3个攻击一个，不过郑文平嘛袂输人，所以来会谨慎来面对。我觉得没有什么3打1不3打1的问题，问题在于民进党最近在论文事件上。在中介法事件上，都让我们的民众大失所望。我们一席都不放弃，桃园我们就是稳定的、稳扎稳打，一步一脚印。张善政预告，最近就会登记参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强调讲，年底选举除了光复桃园，嘛锁定甲首都赢倒转来，要拼攻下新竹市。也若9合1的选举会合并18岁公民权修宪复决，伫同一天投票。中选会嘛有伫官方网站设111年投票专区，互民众会当查投票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市长3个参选人拢针对居住正义提出政见，但市长是讲4档内底要起57000户的社会住体，租金降1成。蒋万安讲租金阁拍8折咯，也毋过黄珊珊是批评讲社会主体着爱考虑到永续经营，讲要增加补助甲减少租金，用讲的上简单。无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29第1个公开行程，就来到居住正义分享会，并甲企业以包租代管的方式提供时代优先的居住环境。黄珊珊表示认同。在民间比我们走得快的时候，我们帮忙推一把。像这个案子，就是他们先行之后，中央政府才开放旅馆改社宅。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28日说明家己的居住政策，提出社会住体4年5.7万户，降租金10%，还有补助政策。国民党籍蒋万安也讲，社会住体要互设第2体的家庭优先，而且拍8折。黄珊珊批评发钱甲降租金是上简单的，政策需要全面思考。社宅是不是你今天点出来，它明年就会长出来？我们不希望说只是单纯给钱降租，让它将来破产。重点是你要让一个社宅能够永续经营，它的租金要合理。然后如果有需要的人，他是用租金补贴、另外的社会补贴的方式。不过，陈市长强调，家己的政策是有参考专家学者意见的结果。接下来我们应该对这个议题能够更深入的了解，跟更多的人来讨论，那能够做一个滚动式的修正。柯市府也做了很久，那确实是有一些难度。这些难度在哪里？怎么样去克服？也不是用讲的就会解决。蒋万安嘛考说黄珊珊做不到的政策，唔通搁再提出来。很多民众反映，他们也不希望看到很多过去没有办法落实的一些政策，科规亡随。当时台北市政府他们也出来说早就在做，
但是他们是今年3月才开始，而且执行率是0。台北市房地产价小悬，人口流失、出生率低，拢是大问题。安怎提供友善居住环境，让市民安心住高楼，嘛成做各参选人攻防重点。记者郭文玲、凯谢桂林台北报道。开学咯，六都除了桃园、台南营养午餐未起价，其他县市一顿拢起2块到10块。立法院国民党团今仔开记者会，要求政府应该赶紧来完成营养午餐全法的立法，特当以物价变动来调整餐费的补助。省经济弱势学生补助午餐费，每名学生午餐每餐新台币45元。这在103年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提出这样的一个午餐管理办法。到现在，蔡英文上来已经6年多了哈，都没有调整过。专法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就是希望，不管在硬体设备，或者是人力或者行政上，我们透过中央推广计划这样的一个可以落实的一个计划推行了以后，一旦可以就位以后，我们再来立法，就不会没办法落实。另外，嘛传出讲，行政院编超过60亿要来推动偏乡中央厨房的计划，要让偏乡24万的学生囡仔一顿补助62块，会当食到3菜1汤1点心。也毋过，教育部伫8月26顶礼拜5才公布详细办法，有学校讲根本未附加厂商来换合约，有厂商认为讲补助上过少了，无拍算要参加这个计划。再来关心疫情过来今仔增加20160个本土病例，有22个人死亡，5个中重症。另外，BA.5的案例嘛已经占确诊率的4成，比顶礼拜的1成8是悬出真侪。来听指挥中心的部上界新的说明。本土病例有20160位，境外移入的病例有288位，死亡的病例有22位。那我们今天没有新增儿童或青少年的重症或者是死亡的个案。BA.5的定序确认个案数比较多，有来到94例，对这个占比是已经升高到40.1%。上一周跟大家报告的时候是18%，所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翻倍的一个情形。北部还是最多，占68例 BA.5的，那它慢慢会取代掉我们的 BA.2，成为我们国内最主要这个流行的 Omicron 的这个病毒株。中秋节在9月10号的时候，以及后续的这个所谓重阳，长时间的交谈、近距离的交谈，还是戴上口罩。在公共场域，在这个餐饮的场所，那也是要遵守这个下面的措施。第一个就是要量体温，那员工要有健康的管理，那加强环境的清消。事后发现有这个跟确诊的接触又有症状，那赶快做筛检。来看甘宝济金边礼拜暗时传出3个台湾人被枪杀，台南市警方冇接到消息甲报案，警方表示讲，这3个死者拢是台南人，嘛拢有前科哦。家属伫报案的时讲，后生敢若讲要去甘宝济食头路，无想到讲却死伫当地，望警方会使调查好清楚。网络上几张拢是花相片，28号暗时是不断的流传，内容写着3名台湾人伫柬埔寨的金边一间公寓去用枪杀，甚至连伊的姓拢去用爆料出来。其中对细汉看到也是死者，已经变成死者的朋友，29号一透早嘛出面表示，希望政府会当协助调查。讲要过怎过呀？讲要做人会。啊，讲要做啥拢无讲。无讲，我听着是我抑个。茫然的，深夜早头就是先过啊，真就是唔知啊，就是唔知影。我希望讲看政府能关注这个代志，插手咧互甘宝济那边的警方咧查咧。根据警方的调查，另外一名林姓死者本月10号才前往柬埔寨，但是才短10几天就去用枪杀。消息传登的台南东区的楼厝，家属是低调无要受访。而桂林警方是表示，这3名死者确实是拢台南人，3个人拢有前科。近日是一直传出柬埔寨猪仔的事件，警方嘛曾经到叶姓甲丁姓的厝来探访，但是家属是真坚持，讲伊无去用骗，一直到网络流传枪杀的相片，才发觉出代志。家属表示不清楚到柬埔寨做的工作内容。经查，这2名男子在本辖并没有案件，目前也没有通缉，那我们依规定来受理报案。桂林分局进一步表示，这个案件已经是受理家属的报案，同时嘛关怀协助家属。另外嘛已经通知刑事警察局，请示检察官指挥后续的侦办作为，嘛联系外交部办理后续的代志。记者郑云淡报道。
再来看高雄有一个洗骗嫌犯主导的诈骗集团哦，应用真悬的薪水来拐骗少年人，等下因甲资料拢交出来，就甲人关伫公寮，反控的虐待苦毒，有被害人逃出来报案，警方嘛已经拢甲这个嫌犯抓起来了。确认嫌犯伫咧厝内，警方赶紧装一批抓人，因为内底也有受害者防犯这行动。往里面干嘛？后面有人！别动！详细经历共5个嫌犯拢抓起来，嘛发现7个受害者。警方调查，这个以23岁洗骗查甫人带头的诈骗车手集团，以关薪水诱拐要找头路的人。被害者面试了后，甲银行叫因簿仔甲提款卡交出去，就会去互关起来。过程当中，若是想要逃走，也是反抗，就会去互用电击器，也是定定爱查绑拍，甚至佫会逼受害者食糖，袂输是干波这诈骗案共款。逮捕彭姓男性为主的5人，并查扣相关证物1批，另发现有7名被害人被控制行动，专门收购银行存部、提款卡作为存款，诈骗民众钱财的账户，甚至将人头账户所有等人囚禁监控。后续救出来7个被害者当中，有人已经互关超过2礼拜。嫌犯虽然会互因食时间水，不过却袂着得甲因拍、甲因侮辱。若毋是期5有人偷走出来通报，受害者恐惊会互关佫较久。警方即阵以组织犯罪、妨害自由、伤害、洗钱防制法等等的罪嫌移送侦办，嘛会追查集团背后敢有幕后的主使者。记者综合报道。两岸情势紧张，8月初，美国派出2只军舰驶来台湾海峡。美国陆军昨嘛甲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嘛进行东方之盾的联合军演哦，要来强化日本西南群岛的离岛防御。附近拄好是解放军军演飞弹落落来日本附近的海域的所在。学者嘛分析讲，美国甲日本哦，这届可能是针对解放军的军演来进行演练。台海局势无稳定，美国军舰进行正穿过台海。美国陆军自备也甲日本陆上自卫队展开东方之盾联合军演，尤其美军第一摆伫日本发射标枪飞弹，甲美籍电子作战部队无期应对海上军舰攻击。联合军演主要强化日本西南群岛的离岛防御，多就是强军带着飞弹落伫附近的海域，反制强军的意味真高。Japan is the anchoring and frontline all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Indo-Pacific. Our partnership serves as the key to integrated deterrence and regional security. 东方之盾宣示美日年度联合军演，演练美军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的部署。不过学者分析，也有意针对强军未来军演，无记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美日演练以陆制海、甲台海爆发战事，日本协助台湾，可能互中共反制定立攻打本岛。它东海区或者是这个西南诸岛等等的这个海上的活动，因为这些海上活动可能这个其实跟台海那个或者跟台湾周边都有一些联动关系。那所以它强化这个海上的这些操演。那这一次的这个亮点里面就可能包括它这个新成立的电子战部队，可能会跟美国这个实施这种首度的这个电子战操演。另外，国军一个建立飞弹防卫，中科院用7年研发的搬量专项，正进行超音速向山反舰飞弹，已经进入作战评测阶段，有希望伫明年结案展开量产，正进行向山传出沿射程300公里，有效反制强舰。在两岸情势紧张的时阵，瓜地马拉外交部长布卡罗也到台湾访问，强调展现因继续支持台湾上有力的验证。We can be able to tell the world that we are like-minded countries, and Taiwan and Guatemala we will always be allies. 布卡罗感谢台湾提供各领域的合作，瓜地马拉未放弃对台湾的承诺，会坚持立场，继续支持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股市道琼指数收盘落上1000点，今仔台股一开盘嘛落超过400点哦，落尾是收伫14926点，新台票今仔早起嘛落1.74角，落到30.392块，换1块的美金，是29个月以来的新高。Is to bring inflation back down to our 2% goal. Restoring price stability will likely require maintaining a restrictive policy stance for some time. 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尼延续起利息的立场坚定，各界预测9月份恐惊会起利息3码。
美国嘛受到影响。顶礼拜上尾一个交易日，道琼指数大落上千点，而到台股一个开盘就随反映出来，落81点开出，尾下佫一直落，指数上加有到14843点，达到435点。预估量大概有到2600亿左右，或许可能会引发整个市场的一个恐慌再升级。国安基金其实是不排除有再次进场的一个可能。国安基金嘛关注台股的走势，盘中有个扭倒转来，指数伫咧15000以下，多空震动。因为美国联准会9月份起利息3码的消息，恐惊会引发热钱大量退出，台票持续变薄，台票换美金的汇率29是以30.28块开出，落6.2分，而且真紧落破30.3块，上加落到30.392块，八大落1.74角，创下29个月以来的新高。学者表示，9月份国内中央银行召开理监事会，估计会得咧起利息。起的幅度是半码到1码之间。目前国内的物价情相较于美欧国家稳定，我相信央行这个稳健政策幅度应该和半码到1码之间的。今年8月初，因为第4届台海危机冲击投资人的信心，金管会要发出禁空令。监管分析师表示，这敢若是信心话声，并无真正实施，因为台股并无出现系统性大落，现阶段无下用。禁空令若是乌白摕来用，台股真正大落，恐惊会出现大量换现金卖出、信心崩盘的情形，建议使用的时机都要谨慎。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巴基斯坦对6月中开始做大水，已经有上千个人罹难咯。伫印度河北部嘛会做大水，有一座90吨历史的水坝特别挡袂掉大水，情况是真紧张。水淹将近半身悬，这对翁某轮流将囡仔按伫脚脚拼，因为厝的物件拢予大水冲走，全家浸伫水内等待救援。目前巴基斯坦数十万间厝拢被水冲害去，真侪道路无法度通行，大范围停电，数百万人受影响。根据卫星影像，流经过巴基斯坦人口第2密的地区的大河印度河烟花，甲彭泽普省有真侪支流爆发拢放弃，还佫有水费拢涨起来。巴基斯坦国家灾害管理局表示，今年雨季比以前较早。6月中就报道，在开普尔普什图省甲南部的新泽省的大水灾，到即马已经夺走超过1000人性命。मैं अपील करता हूं तमाम पाकिस्तानी अपने जो मुखैर हज़रात हैं कि वो सामने आए। Friendly countries will also come forward to help Pakistan in this hour of need. 因为落雨破纪录加上，并会引起光环警告，大水会伫未来几天到新泽省。已经伫苦难当中的老百姓恐惊更较无乐观。伫新泽省已经有90年历史的苏尔库爆发有调节印度河水费分流功能，即马水费真悬，若是溢出来，恐惊会造成灾难。巴基斯坦政府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官员表示，巴基斯坦是极地以外冰川数量上侪国家。气候部长表示，今年雨季夺走人命是严重的气候灾难，10年来上严重的灾难之一。公视新闻恩文玲报道。印度首都新德里的郊区有2栋100公尺高的违建大楼，离被拆除哦。10秒钟，规栋楼就拢炸掉，4个拢是风被刷。在地民众是真烦恼，讲空气的品质的恶化。也毋过，印度当局是表示讲，目前拢正常。印度首都新德里卫星社区诺伊达32站悬的阿佩克斯，加29站悬的凯宴，内面850户空户，无到10秒钟，规个拢倒来。媒体几落工前就伫咧关心，民众嘛正期待。当这2座100多公尺悬的大楼倒来时阵，现场的民众大声欢呼，认为是对不良建商的假释。As per the plans, the teams were working for this execution of the Honorable Supreme Court's order. 这边总共用3700公斤的炸药影响内面爆炸的技术，以便碎片向外口喷出去。媒体报道，这是印度目前上大的拆除行动。这2栋大楼伫咧连接印度人口上侪北横邦甲首都新德里之间的高速公路边啊，爆炸进行交通管制，几多千人先撤离。अपने हाथ से एक्सप्लोसिव लोड किए हैं टोटल 9562 के राउंड होल्स थे। 厝倒来时阵，规天顶拢是土粉，互民众正担心空气品质。相关部门传100台水车加300位清洁人员应用。उनसे लाइव मॉनिटर कर रहे थे और उनका डेटा हर घंटे का हम लोग रिकॉर्ड कर रहे थे, जो अभी हम मीडिया में भी रिलीज करेंगे। तो दैट इज 伫印度拆大楼正罕见，建商若是违法，总是有办法规避相关法规，并且无代志。
这两栋大楼的建商，2004年设这个建案，验过经过几多遍的修改，社区大户协会投诉因违反承诺、非法起厝，双方闹到法院，最高法院伫去年裁决建商就要甲厝拆掉、退钱，并且付利息给买厝的人。大楼规个倒来了，现场有8万外栋的土角，大部分拢现场逮起来，会当阁使用的金属加建材是回收。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来看过来消息咯，台南2个警察互台视引起枪击使用条例修法的讨论。时代力量的党团就呼吁立法院会当提前开议，赶紧来完成修法。国民党团嘛赞成，不过民进党团是认为讲，唔免赶伫初6提前开会，建议讲会当利用这段时间，先甲基层的警察来沟通哦。行政院长苏贞昌嘛表示讲，会赶紧来完成修法。针对台南2名警察被杀害，蔡总统指示警械使用条例加速修法，通盘检讨外监的标准。时代力量立法党团建议立法院新会期开议的日期为原本的9月20号前后提早到9月6号，较早来审查相关的法案。建议9月6号要正式开议，检讨目前的警察的装备，还有警察的训练的问题，然后尽快来审理警戒使用条例，还有外役间的条例。国民党团表示，修法进程要先来看卖现有的制度是毋是执行上的问题。不过最近国家发生袂少重要事件，徛伫在野党的角度是赞成提早来开议，好好啊来监督执政党的执政。我们当然希望早点开议，可以让在野党能够监督施政、监督政府，但是支持警察使用警械，而不只是修法的问题。第二，有法律你要执行，包含死刑在内。行政院苏贞昌对此重申，希望赶紧来修法的立场。不过，民进党团是烦恼讲啊，立法院9月1号委员报道，新会期开始，6号就要来开议，时间是伤赶咯。警戒条例行政院会通过后，已经送到立法院一段时间了。各界纵算有不同的意见，希望赶快把它整理出来，让警察能够维护治安。最忌讳就是立法委员们脑袋想一想，就给他做出去了，执行上面会不会有什么困难，或者反而造成一些不必要的，甚至造成更大的伤害。林静怡认为，更重要是理解第一线警员也是公务人员对着相关法律的看法，找到有效的解方，唔是赶要修法，颠倒是法愈修问题愈多，互基层人员更大困扰。伊建议时代力量利用开议进程的时间，加强甲各界来对话，思考未来修法的方向。记者张志阳、陈立峰台北报道。2019年，宜兰的南方澳长桥造成2人死亡，检方侦办3档，今仔是以过失致死、伤害等罪起诉厂商甲港务公司的主管等6个人。检方嘛查到讲，宜兰县政府委托顾问公司来检查桥资料煞造假。2019年，宜兰南方澳大桥无预警放落去，一台油公车拄驶伫车顶，落落去了后导火，撞去桥面，得到下边的渔船啊，最后造成6人死亡，11人受伤。经过检方将近3年侦办，29专案终结，对4间厂商、港务公司、姓邦主管等6个人，依照涉嫌过失致死等罪嫌提起公诉。他们是共同造成累积性的来造成这个死伤的结果，检察官求处的这个刑度呢，都是请法院来适当的量刑。检方发现厂商无按图时间，桥面帮结合的空棚只用水力控，监造单位也无落实导导，加上管理维护单位港务公司所有港营运处。迄个时阵，姓邦甲姓吴经理检测有漏沟，无依照规定2年做1摆定期检验，未当及时改善。规个案件，检方阁查出案外案。在这个案件的侦办过程当中，那我们另外发现到了有某家顾问公司的陈姓以及张姓的被告，也有不实的虚伪造假检测的这个资料。当初绑起的桥已经决定起工程，经过真侪年，本来按算伫9月18完工，不过时间过程煞卡掉咧，因为承包商时间有问题，传出灌浆事故，也互规个跨港大桥工期搁延后3个月，相近有过11月18才能恢复通车。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高雄南北溪电子公司移工向高雄市劳工局甲管理处来投诉，讲公司违反劳动条件，也毋过拢无人要处理。劳工团体今仔出面替这移工向监察院申请，希望监察委员调查来维护移工的权益。Investigation from control unit。大声喊口号，希望监察院秉公处理，实质调查。伫男子电子公司做工课的移工，反映公司伫互因休假等等的代志有违法，因受到无公平对待。进前伫劳权团体协助之下，向高雄市劳工局也有男子加工出口区管理处反映。不过劳团批评讲，了后确实出现两个单位互相下提责任的情形。Instead of being kind and considerate of our complaint, they themselves have become allies of the company. We complained about without proper investigation taking place. They sent a letter in Chinese. It is not fair to us. Why no English translator? Seems like they become allies of our company because they made us feel this way. 移工嘛批评讲，相关单位回的公文拢是写华文，互因感觉真困扰。劳权希望监委会当赶紧调查，纠正相关单位来确保移工的劳权。是不是忽略？是不是不够尊重他们应该负起的劳权的保障的这个责任？因此，我们来到这里，要求的是公平的对待移工，要求的是监察院进入实质的调查。针对移工甲劳团的不满，到中昼一个进前，高雄市府拢也未正式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有一个国中老师，和一个20多当前捌教过学生指控讲性侵害。林本基金会今仔再开记者会，讲已经有3个被害人出面指控了，因要求教育局应该随停聘这个老师，扩大调查。林本基金会手举着标语画口号，支持台中市府护航龙师。这个月17号，曾经有一名 A 小姐出面指控，20多年前也是国中生的时阵，去予当时的导师权势性侵。如今总共有3名疑似受害者向林本来举发，但是市府只是予龙师留一天薪静待调查，而且这样地检署告发已经超过追诉期的本案。林本要求教育局马上停聘龙师，而且扩大调查，包括大墩国中、汉口国中以及他过去曾经开过的补习班的学生，都有可能潜在的受害者，所以我们要求要扩大调查这几所学校以及补习班场域，而让他到校上班，并使用该学校的电话骚扰证人和本人的家属。而教育局始终没办法对此进行说明，仅一再的表示让校长留职停薪，静待调查。教育局是表示，24号就成立龙师检举专线，向检方来告发，只是为着力求真相。最近是对这名教师曾经教过学生以双挂号的方式寄发问卷普查，绝对袂轻放任何一件性平事件。我们在近日就会针对这个被检举人他所教过的学生，用双挂号信来邮寄问卷进行了解，是不是有当时的学生受到这个性侵害或者是性骚扰的情形。教育局一直都有按照性平调查的步骤在处理，我坦然面对，没有就是没有，但是一切尊重调查，配合调查，不希望是用这种猎巫弄乱舆论的方式。去指控的老师是强调，一切尊重市府的性平调查定数，配合调查，而且尊重任何的调查结果，但是否认任何的指控，而且希望外界莫以落幕的方式操弄舆论。记者台中报道。来看惠林县的土库一间干物店，昨下晡熊熊家事爆炸，一个83岁老阿嬷烧烫伤送病院，加在无性命危险哦。意外发生的原因，继续调查。规片窗仔门的玻璃拢进碎，厝边摕扫帚斗相共拼，离尾的楼5点外，惠林土库马公路一间杂货仔店，突然间传出正大声的爆炸声，厝边赶紧走来看发生什么代志。其实烧掉了。烧掉了。哦。衣服可能也都破掉了。哦。我女儿陪他，就跟他拿件衣服给他盖，陪他去医院。消防人员接到报案了，赶来随封锁现场，除了雅士路边啊规片拢乌臭搭，也测到雅士浓度超过标准，所以认为有可能是83岁老惠林人伫咧煮饭时阵雅士捞菜造成爆炸，要个进一步伫咧查。你对面吗？哦，恁伫对面。从前为什么我还以为是发生车祸啊？
到场之后，发现现场玻璃已经碎裂，消防人员立即将瓦斯桶移出。现场发现一名女性伤者，年约80岁，共有20%的一度灼伤。爆炸的地点敢若是伫咧灶骹，所以消防人员先将家属桶搬出来，以免搁发生意外。好佳在火无搁团开。约那83岁老阿嬷身躯有真侪微烧伤，无性命危险，已经送病院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南苏北台湾的水底，伫39当前有一只韩国的货轮伫遮沉船哦。即马附近有真侪船鸥、甲鱼仔，生态是真丰富，嘛请来真侪畅水的游客。也毋过，昨有9人就发现讲，即只船有漏油的现象，因真烦恼讲会造成污染。39年前，伫南苏北台湾水下30公尺的沉船，即马船身当做2轨，船身甲船舱拢发放各种的船鸥，也阁有雕真侪拉壳，也有真侪鱼类伫遮栖息，变做国际知名的畅水景点之一。一到热天气，袂少爱畅水的人来遮畅水翕相。也毋过，离北有畅水教练发现长期的船尾部分开始湕出油污，搁浮上海面，真烦恼会露出搁较侪油来。剩尾巴那边剩它的舱跟机械那边比较完整，所以开始现在慢慢它一些机油可能会或者油就慢慢溢出来这样子。台东县环保局表示，目前也在调查沉船漏油的面积，也通报海洋保育署。一旦漏油面积扩大，就会启动海洋污染应变处理。我们有接获沉船漏油的消息，那目前正在进一步了解，沉船的位置，还有漏油的状况还有它的这一个范围。那我们也同时有跟海保署来联系。伫的这只船是韩国籍的玻璃湖货轮，有1万华栋。因为代志发生到今有39年，环保局表示要找到船公司来处理可能有困难，无将先监控，避免漏油扩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电规划基隆的协和电厂要转型做小天然气来发电哦，按算要填海造路，起第4天然气接收站。地方嘛发动护海公投，也毋过基隆市政府是表示讲，则爱送行政院来认定讲，看敢是地方驻地的范围。早起有地方人士甲环保团体，就伫行政院头前开记者会，望讲互公投会当赶紧来进行，来表达地方的意见。我们只看到基隆市政府在连续拖延了我们2个月之后，最后竟然发了一纸公文给我们说，他们要转往交给行政院来认定。对我们来说，这个就是地方政府甩锅给行政院最差的示范。抗议人士认为讲，基隆市政府故意的拖时间，嘛强调讲未来无排除要互这个议题来成做全国性的公投。市政府昨暗表示讲，因会用上严格的程序甲标准来针对天然气接收站做宽频的审查，嘛好有台电就爱甲民众好好说明来沟通。再来看金门昨有2个对中国来的查甫人吊伫金门大桥个墩哦，伊嘛向消防局报案。因讲哦，因是伫半暝伫厦门耍水，无细里互海涌冲到金门，因为防疫哦，就先防隔离。端伤啊，一名20几岁，一名30几岁啊，那全身多处擦伤。消防人员有秀凌船向河边行，顶悬坐2个中国查甫人，预备透早向金门消防局求救，讲因受困金门大桥桥墩。船艇沿大桥搜索，在烈屿端出发约2公里桥墩处顺利发现并救援2名伤者。根据了解，2人是伫厦门耍水，无细日互涌冲走，才一路漂流到金门大桥。因为位置是伫金门，厦门警方建议因卡119，最后伫透早5点半互人救起来。2名伤者生命真相稳定，实施包扎等救护处置后，送往金门医院烈屿分院实施救治。2个查甫人意识清楚，全身躯真侪所在小可刺伤。虽然2人讲是无细日跋落水，暗过穿短袖袄，派皮包飘到金门大桥。因为因是非正式管道入境，会伫海巡收容所隔24天，搁接受调查了解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全世界哦有超过5000万人失智，台湾65岁以上的老大人，每100个人都有8人失智哦。国家卫生研究院最近研究发现讲，补充维生素 D3，毋但袂减少失智症的风险。若说一当哦食维生素 D3 超过146天，得到失智症的风险颠倒会增加。所以想要补充维生素 D 哦，拍日头上好。
维生素 D3在过去研究当中对脑部的健康有帮助，不过国家卫生研究院分组甲基因医学研究所的团队，用阿兹海默症的鸟鼠、动物试验甲台湾健保资料库的分析，发现老大人一年食维生素 D3超过146天，发生失智症的风险是无食的1.8倍。失智症患者长期食维生素 D3，死亡风险增加2.17倍。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个维生素 D 吃越多的，失智风险就越高。这个完全不是大家所想象的。补充维他命 D 似乎是对这个疾病本身呢帮助不大。可是多数人还在服用这个维生素 D 哦。那每礼拜超过3空，而且符合高剂量条件补充维生素 D3，可能反倒对健康有妨害。这项研究也改变过去传统的观念。不过研究团队也强调，不是全部推翻。对囡仔甲少年人来讲，依然是能帮助发育甲骨质。适当的时机用它，才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当进入一个疾病的状态时候，用它。因为它不是造成这个疾病的原因，所以大量用它的话，恐怕会造成反效果。失智症正做高龄社会上严重的危机之一，不过依然无确实有效治疗药物。学者指出，发生阿兹海默症风险甲缺少维生素 D3两种因果关系也无够来清楚，除非是医生的吩咐，若无建议应予老大人用泡一头的方式来补充维生素 D。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的高树有农民种出西瓜王来、水蜜桃王来，种真特别的品种哦。这只西瓜王来是比一般的王来大2倍，水蜜桃王来哦，是当吃到水蜜桃的香气，咱做伙来看卖。这颗是西瓜凤梨，这颗是水蜜桃凤梨。农民启动的品种的王来，俗解无共的口味甲外观。屏东是王来的重要产地，大部分拢是以台农17号的金旋王来为主。因为产期集中第3到5月，农民就研发出其他品种，互消费者伫小月也通吃到上佳调式的王来。金钻凤梨大概3月到5月中就没有了，这种就是5月到6月到7月这样。好奇吧，种看看。这个看起来较圆的是西瓜王来，一粒有5大斤遐尼重，是一般王来的2倍大，果肉较白搁较幼。酸度也比金旋王来搁悬。另外，这粒是水蜜桃王来，就是水分侪，甜度悬，搁有微微水蜜桃香气。连带到当地采购王来业务，也讲新品种的王来销路真好。它这有一个水蜜桃的味道，然后甜度也比一般凤梨来的高。这样，那像水蜜桃、还有冬蜜跟西瓜、凤梨这些品种，它都是跟金钻错开的。那其实它可以调配一些后期可能秋季、冬季没有那个凤梨的时候，来补上这些产期短缺的情况。这样不敢种太多，因为还不知道那个消费者接受度是怎么样。这样。那今年这样试种反应怎样？不错，我就是明年就会种多一点。研发出侪品种的王来，唔会当互消费者食到无共款的口味。农民伫3到7月也拢有无共的王来会当采收，减少种植风险甲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嘉里农会开课，教社区民众家己做豆乳哦，无加任何化学品甲防腐剂，家己学会做，唔但真趣味，食得嘛真安心。食糜的配豆乳是咱台湾人真古早味的早顿。即阵台南嘉里的社区学员，就当咧教老师学做豆乳。因家已经兑水拍好的豆腐下落去撒好好起来放好冷，才会当兑入去玻璃罐仔内。那我们是从那个豆腐到晒到制作过程，全部就是一起交给同学，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东西，有很好的营养价值。也趁着有闲暇的时间大家来学习怎么制造这种豆腐乳。把豆腐放入去玻璃罐仔，一层一层塔起来，逐层中拢爱铺米壳，安尼才会发芽。个人有介意的气味，买当趁即阵下落，落尾甲糖、酒这款天然的防腐剂倒入去，就会当封起来。市面上的东西很多都含很多防腐剂，那我们自己做的，我们就是用天然的防腐剂，就是糖跟酒。还有盐，因为曲菌它会分解蛋白质，它可以减少那种
那个消化的过程，所以说它是很好的食物。因为豆乳会当帮助消化，古早时啊摕来配早顿，实在真有道理。不过无用规工做好封起来了后，还阁等3个月才会当食。有学员就讲，已经开始期待3个月了后，才会分享好滋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成功大学历史系学生啊，今年迄热是甲北门的三足国小做伙办文史的营队哦，带学生囡仔认捌故乡。但学生哦设计一寡关卡挑战，嘛甲囡仔做伙编地方志，是真用心。咱做伙来了解。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学生迄热行入社区来服务，今年同款来到台南市北门区的三足国小，开办文史夏令营。带这寡学生囡仔做回来了解家乡。无论是设计实境解谜手册，还是让小朋友们实际去制作一本刊物，都是希望能够让小朋友是透过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手作来去让社区居民或者说其他关心这个地方或者说台南的人土风情的人，能够知道三寮湾很足够的在地故事。新大学生带这个囡仔行过三寮湾社区，落得到渔港甲地方的宫庙等等的所在，找找家乡的故事甲特色，设计实景解谜挑战，也有编出地方的特刊，希望让囡仔增加探查甲创作的经验，然后去让更多人去了解在地。那我们也希望这个方式可以让学童们他们可以去爱上自己的社区，然后爱上自己的家乡。透过亲身行踏，新大学生希望让这个囡仔会当愈介意家己的家乡，也会当带动社区的大大小小了解在地特色甲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准备要过来进行重返月球的计划咯。新一代登陆月球的火箭阿提米斯1号，会伫当时29的早起8点半到10点半中间，对佛罗里达州的甘乃迪太空中心来发射升空哦。这嘛是50年来头一个登月之旅。虽然这撮任务无载人，也毋过 NASA 是按算讲，会伫2025年底，甲一个女性、甲一个男性送去月球。阿提米斯1号火箭准备好势，特别发射展开月球的任务。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将伫美东时间29早起8点33分到10点33分之间，为佛罗里达州的太空中心发射阿提米斯1号升空，展开50年来头一摆的登月之旅。Basically, the beginning of the launch window, or just after 8:30 in the morning, has a 80% chance of favorable weather. As we creep forward in time through the 2-hour launch window, we just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some of those offshore showers and maybe a thunderstorm or two creeping closer to the coastline. NASA 伫阿提米斯1号发射进前，就会开始释放转播。发射了后，也会将会公布所翕的头一批地球相片。阿提米斯1号无载人，将驶月球42天，预计10月70降落伫圣地亚哥外海的太平洋水域，全程飞行130万英里。Now we are trying to actually establish a permanent presence on the moon someday. There may be industries on the moon someday, and of course, all that is focused on going to Mars. So this is not seen as, being part of a Hail Mary. This i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expans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to the solar system. NASA 有计伫2024年发射阿提米斯2号载人飞行，进入月球软轨道飞行4万英里，目标伫2025年搭载第一位女性加1名男性上月球，伫月球南极登陆。公视新闻陈慧婷编译。那是美国 NASA 的消息咯。美国 NASA 的韦伯太空望远镜是目前世界上上新、品质上好的太空望远镜。NASA 最近公布一张第7月份翕到目测的相片，南北极的极光、大红斑、佮卫星，拢看甲真清楚哦。这里各位这影像是以前毋捌看过。最近天文迷拢伫咧讨论韦伯太空望远镜所翕到的目前的相片。韦伯太空望远镜的近红外线翕相机所翕到的高解析度影像，搁再经过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立即处理过了后，和这粒太阳系上大的行星有无同款的面貌，包括伊表面小像大红斑的暴风圈、目前的卫星、南北两极的极光，抑个传说中的目前的光圈拢真清楚。
目前是伫咧太阳系内面自太阳升过来第5粒行星，甲地球之间还有一粒火星，伊甲火星之间还有一个小行星带。目前伊的卫星有甲80粒，其中上光上大的4号卫星叫做伽利略卫星，来纪念17世纪就观测到木星的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韦伯2021年圣诞节发射升空，到离地球150万公里的轨道上进行深太空观测。今年7月，韦伯传回第一批相片，美国总统拜登伫咧白宫公布第一张相片，这是到即马离地球上远也上清楚的真系群的相片。It is going to be so precise, you're going to see whether or not planets, because of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that we can determine with this telescope of their atmosphere, if those planets are habitable. 韦伯太空望远镜的建造计划由澳洲、加拿大加美国3个国家的太空总署做伙执行，费用到3条代票，换掉顶一代哈勃太空望远镜。韦伯伊的主镜片总直径6公尺半，有更加悬的红外线解析度加灵敏度，会当侦测的真细光度比哈勃望远镜暗差不多100倍。以前哈勃就系几落礼拜才翕起来相片，韦伯无到1天就当翕好。未来韦伯还会收集到多一寡宇宙发源的相片，科学家正期待。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真侪人拢会互囥伫餐厅外口一寡假的食物模型，先入去食饭哦。日本专门咧做食物模型的公司最近办展览，咱嘛做伙来看这比真的食物更较成人的作品。第个造型的巧克力，佮有马达加冰淇淋，制作的师傅将这作品取名叫做巧克力中的爱丽丝。另外，这个咧做的是意大利面边是倒入卡马豆酱的物件，家己。还佫用10片的美式松饼摊出来的松饼塔，甲配料搭出真趣味的造型。佫较含的是用这细披萨做出来披萨厝塔，还佫有师傅将火龙果刻出亮的造型。这是东京晴空塔4楼的展览厅，由日本上大食品模型业者盐协集团主办的美味的技术展览，展出60组由公司食品模型制作的作品。普段の仕事っていうのはお客様のやっぱりオーダーですので、お客さんの意見とかを聞き入れながらや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も、コンクールの場合はもう自分の発想で全部。全新冠病毒疫情依然的关卡，不过餐饮旅游业者已经准备好啊。昨年为金控海陆运输扩张到旅游餐饮的盐协集团，为迎接食品模型事业部创业90周年，特别举办一摆展览。自由な発想のもと、新しい手法とかを織り込みながら自由に作品を作ってもいいというそういう一日与えられた制作コンクールがございまして。年に1回それに向けて作った製品がこちらに並んでます。在横滨的盐协集团模型工厂是这阵食品模型制定的灶卡，因为原料配料不是麻菜西水果，也不是巧克力冰淇淋，是塑胶的半成品。用的也不是刀啊、签啊、鼎，是亲像画图咧用的笔录啊，甚至是喷枪。这展览品无论造型安怎，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绝对袂当食，可能用目睭看。今お店でね食品サンプル使ってるお店も少なくなってますからね、実際問題で。ただすごいそれをアートっていう形で残していこうっていうのは面白いかなって思いますね。这展览为8月18日开幕了后，会一直展出到月底。佮开放予参观的人用网络等各种方式投票，选出家己心目中上好看食品模型。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下晡尾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华东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